艺术水果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一年四季，气候伫咧变化，这天地生成的。热天原来有真侪台湾民间的俗语话，尤其这种4字的这款成语，咧讲热到什么程度？国情今日捡几句来，和所有咱这观众朋友互相来参考。头一句，咱来讲喙打后看。佮讲一句顶尖下壁，这种真正表示讲有够热甲讲吼无地汤，真正挡袂牢。喙打后搁看，台湾话4字尔，毋过描写甲袂出敢若互你看到镜头咧。喙打后，连拿后，都安尼无水分袂动的就对啊。尤其吼，咱真侪遮手面趁食，咱遮艰苦人，外口面无车通好驶啦，咱乌多摆咧骑，也无才调放冷气，乌多摆免放冷气，当日头光遮尔赤影。日头光安尼伫咧笑，顶尖下壁，真正互人挡袂牢。热，毋则讲真正爱保持补充水分，这袂用咧滚酸笑的。顶尖下壁，日头伫咧煎，涂骹有迄个烧气下起来，安尼伫咧逼甲讲规身躯热翕翕。毋过吼，讲到热，另外还有一句话，咱都要分互真哦。还有一句台湾话，讲叫做头烧耳热。这都毋是咧表达天气热的时阵所造物的情形。咱若咧讲哇，这个囡仔头烧耳热，这毋是咧讲天气热啦，是讲囡仔人发烧，是讲吼身体有各样，摸起来头壳遐烧，耳孔边也真热。这毋是热天咧讲的哦。老爸老母若囡仔咧头烧耳热，你无才调做工课啦，干那烦恼就烦恼袂完啊。所以这句头烧耳热是讲人破病。特别咱来咧形容讲，有一寡囡仔吼，伊咬发烧、咬感冒，即句话真适合用。爱有影热甲会引起讲人的心理原来产生变化。搁种另外搁捡2句，原来4字的。头一句就是讲做心光火抖，热甲挡袂牢。明明吼，咱40分钟要赶较到的，实在讲谈咧路面徛倒摆，30分钟就要拼互到位啊。毋过心光火抖，若发生交通万不利的意外要安怎样？所以嘛是得爱冷静。毋则国情啊，伫咧讲虽然呐天气变化，盛夏炎热，代志安尼缭乱，毋过意念得爱镇静，心肝得爱放互清。过来即句就是讲做紧事看办，热甲挡袂牢。水咧啉，你原来毋通啉伤凶。人讲喘啉冰水会去生着，代志嘛共款的。你若赶紧要办，有当着要办袂好，毋则共即个4字的成语，咱台湾话有一句咧教人讲紧事看办，即句也真值得咱捡起来做参考。